大詩人嗱，好多人講咧就一命二運三風水啊，命裏有時終須有。咁如果好似大師你咁樣講，即係我哋去睇風水，咁其實我唔使努力嘅喎，我只要睇風水啊，咁啊，即係有人話俾我聽，樣樣都好好，咁我使乜仲努力咧？嗱，梗係唔係啦，因為咧就頭先你講到一命二運三風水啦，即係一個人投胎嚟呢個世界，我哋信投胎嘅，因為每個人有個八字嘅。其實中國人嘅天干地支咧，裏邊有一個好高深，亦係一個好精辟嘅一個學問。嗰個學問咧發展到去唐代嘅時間，有一個李虛中，宋代有一個徐子平咧，就將佢發揚光大，變成一套叫子平命理。子平命理喺好多年前嘅香港有大學都有深入研究過子平命理學，就係一個人嘅出生年月日時係可以計算到佢一生嘅起跌禍福。包括咗幾時結婚啊，婚姻如何啊，其實你問乜都可以答到你嘅，生仔定生女啊，全部呢方面嘅資訊咧都可以通過子平命理咧全面破解嘅。只不過咧就係局外嘅人咧，佢因為冇學過呢樣嘢或者冇研究，好多時就喺出邊去望呢一個子平命理或者所有嘅風水命理，於是就產生咗好多誤解。